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胜利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神灵，我们爱你。我们欢迎你，神灵，我们爱你。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来进入撒母耳记下的共读。我们已经读完了撒母耳记上，今天要来继续第33天的共读。今天要请美英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赏赐给我们每日清晨和陈牧师有圣经共读的时光。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使我们能够透过圣经来明白你的真理。你说我们寻求你，若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恳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用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神牧师圣经的教导，而能活出主耶稣基督馨香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从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看见扫罗的命运该来的总是会来，因为上帝已经给了扫罗许多次的机会。扫罗一生虽然没有侍奉偶像，但是我们也看见他心中没有真平安因为对于大卫的嫉妒还有恐惧造成他人生当中的致命伤，也让他没有办法在这个王位上面来彰显上帝的荣耀。那扫罗杀死千千，那也是一个英雄，高人一等，比人高一颗头。但是这个高人一等呢，最后却是失手，还有他的兵器都用来被非利士人来羞辱神，来放在他们非利士人神明的面前。那看见基列雅比人并没有忘记当初扫罗救他们脱离亚门人手的救命之恩。那甚至将扫罗的尸身能够带回基列雅比来火化，来安葬。那么今天要继续来读撒母耳记下。那我们今天读第一章，先请美英姐带我们来读第一章的第1节到第4节。扫罗死后，大卫打败亚玛力人回来，在喜格拉住了2天。第3天，有一个年轻人从扫罗军中来，为了表示悲伤，他撕裂衣服，洒灰在自己头上。他来到大卫跟前，恭敬地俯伏在地上。大卫问他：“你从哪里来？”他说：“我是从以色列军中逃出来的。”大卫问：“告诉我那边的情况怎样？”那年轻人说：“我们的军队在战场上败逃，许多人阵亡，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也死了。”那在当扫罗战死沙场上的时候，那大卫也才正救他喜格拉的同胞居民，还有他自己的妻儿脱离这个亚玛利人的手。那所以大卫对于这个亚玛利人呢，其实还存着这个警戒的心。但是在扫罗死后呢，有一位亚玛利的青年，那他从扫罗的军中回来。那这个青年呢，他从这个耶斯列的平原基利波山来到大卫的喜格拉，这段距离大约有120公里，120公里之远。那大概要走2天到3天。那他来到大卫的面前，甚至他是先带着一个悲伤忧伤的态度，自己也撕裂衣服，那匍匐在大卫的面前。那大卫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他是从战场上来
所以也就是从这个耶斯列平原的基利波山，那回到了这个南边，较南边的喜格拉，那他来带来这个战场上的消息。这个战场本来应该是大卫要在那边跟扫罗的军队来征战，但是现在因为非利士的首领的缘故，所以大卫能够回到喜格拉来救他的妻儿。那大卫问那边的战况如何，说我们的军队，所以这个年轻人虽然是亚玛力人，那他可能是佣兵或是雇兵，然后来参与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他也回报在那战场上的情况，那说目前战场上都已经败逃，那许多人阵亡，甚至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单也死了。那这件事情没有人告诉大卫，所以这是第一个来告诉大卫的人哦。那我们接着再请每一节带我们来读第5节到第10节。大卫问：你怎么知道扫罗和约拿单死人呢？年轻人回答：我恰巧在基利波山看见扫罗伏在他的矛上，敌人的战车和骑兵快要追上他。他转身看见我，就叫住我。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是谁，我告诉他我是亚玛力人。他说：但到我身边来，把我刺死。我受重伤，快死了，却还死不了。我就过去杀了他，因为我知道反正活不了。我取下他头上的王冠和手臂上的镯子，带来给你。那这个亚玛力的青年呢，那他来告诉大卫战前的消息，那大卫也要详细来知道。那所以这个人用他的回答是，这个亚玛力的年轻人回答，因为他恰巧在基利波山哦，所以他并不是贴身贴近在扫罗身边的人。那他看到的状况呢，就是扫罗伏在他的刀上或是他的矛上。那这跟对照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的经文呢，经节呢是有一些的贴近哦，因为当扫罗拿兵器的人不肯拔刀来刺死扫罗，所以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那但是呢，在这边描述的呢就是在前一章没有描述的，就是扫罗呢还剩下一口气。那扫罗他非常的痛苦，所以他看见这个亚玛力的年轻人，就叫他，因为他虽然自己伏在刀上，但是没有完全的死去，所以他就叫了这个亚玛力青年，说要这个亚玛力青年到他身旁来把他刺死啊，因为他受重伤快死了，因为他一开始是被箭射到，然后他知道自己快死了，那这个他身边的人又不肯杀他，所以他自己伏在刀上。那但是呢，在上一章是看到这个帮扫罗拿兵器的人呢，是看见扫罗自己拿在刀上，伏在刀上，已经死了，所以他这个拿兵器人也伏在刀上。所以如果我们把31章跟撒母耳记下的第1章来做对照呢，那可以看出这两边的记载还是会有一些的不一样。虽然这个故事编的这个故事呢，状况情节非常的相像，但是仔细来看还是有不同的。所以前一章是说扫罗已经死了，所以帮他拿兵器的人也伏在刀上一起死。但是现在在亚玛力的青年的口中呢，是说他还没有死，所以他就要帮他补一刀。那第10节就是这个亚玛力青年哦，就自己说，就是我来帮助他，因为我看他非常的痛苦哦，所以就让他可以走得痛快一点，那甚至呢带走他头上的冠冕，还有手臂上的镯子啊，那这些王的信物呢，来到大卫这里，那走了120公里啊，那所以这个亚玛力人呢，他也知道大卫跟扫罗之间的关系，那他才知道要来喜格拉，要来寻找大卫，那他也带着什么样的行径呢？可能就是他也想要以为这是扫罗是大卫是仇家，所以他把这个大卫让扫罗已死的消息呢，可能在大卫听起来会是一个好消息，所以就带着这些的信物
那要来投靠大卫，那最终的目的呢，可能当然就是要得到大卫的奖赏。那我们再请每一节带我们来读11节到16节。大卫悲痛地撕裂了衣服，他的部属也都撕裂衣服，他们悲哀哭泣，为扫罗、约拿单和上主的子民以色列同胞禁食到晚上，因为很多人在战场上丧命。大卫问那带消息给他的年轻人：“你是哪里人？”他回答：“我是亚玛利人，是住在你们国中的侨民。”大卫说：“你怎么敢杀上主所选立的王呢？”于是他对一个随从说：“把他杀了。”那随从就把那亚玛利人刺死。大卫对那亚玛利人说：“你罪有应得，你承认杀死了上主选立的王，无意替自己定了死罪。”那大卫确定扫罗已死，因为看到扫罗他的冠冕，那还有这个镯子哦。那大卫曾经拿走的是割下扫罗他的衣袍的一角，那还有拿走他的水壶和兵器。好，那但是他都还给他。但是呢，这次他看到大卫看到扫罗头上的冠冕呢，那他真的确定扫罗已死了，所以大卫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撕裂衣服。那这亚玛利人呢的青年来见大卫的时候，也是撕裂衣服，头蒙灰尘啊，匍匐在大卫面前。那这都是他们表达悲痛的方式。但是呢，这次不是只有大卫撕裂衣服，甚至跟随大卫的部属身边的人呢，也都撕裂衣服。所以我们可以在前面的经文看到，其实跟在大卫身边的人，就算跟他非常贴近的这个押尼珥，也劝这个大卫啊，直接一刀就让扫罗来死啊。但是呢，大卫呢却不肯，所以这一群跟在大卫身边的人愿意跟着大卫一起来撕裂衣服悲伤啊，所以他们也大概都跟着大卫看重，因为扫罗是上主的受膏者，甚至为着扫罗跟约拿单的死呢悲哀哭泣禁食直到晚上啊。那大卫呢也在这里呢再来继续来问这位青年，你是哪里人？他回答，我是亚玛利人，且是住在你们国中的侨民啊。所以这个亚玛利人呢，他从南边的亚玛利来到了以色列，那跟着以色列呢成为以色列的佣兵，被扫罗带去战场上。那他在战场上呢看见扫罗阵亡，但是不论他所说的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但是呢他能够贴近扫罗的尸首是真实的。那所以在扫罗头被砍下来之前呢，那他是先见到了扫罗的人啊，那所以才有机会拿走他头上的冠冕啊。那但是扫罗的头呢就被非利士人割下带走。那但是呢，因为他大卫的反应是一听到他是亚玛利人，然后又听到他亲手杀了就是要了这个扫罗王的命，但大卫并不认为这个年轻人呢是补他一刀让他死得痛快。那大卫呢只有因他这句话说，你怎敢杀上主所选立的王，就是你动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所以这件事情是大卫他一直都不肯做的事情。那他宁愿浪迹天涯不断的逃命，但是他都不肯来动手伤害这个扫罗的一根汗毛。但是现在这个亚玛利的青年居然自称他杀了扫罗，要了他的命啊！所以他吩咐身边的人就处死这个亚玛利人了。那在前一章扫罗他要死之前被箭射中，受重伤。那他为什么想要自杀？那在前一章有说，扫罗说，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那所以在扫罗的心中呢，他对这些未受割礼的人是非常的介意啊。
但是他看到这个亚玛力人，好，如果扫罗这个亚玛力人说的是真的，好，那这也是一个未受割礼的人，最后扫罗也是死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下。那不论如何呢，但是大卫呢，好，他不论这个年轻人说的是真的是假的，那就因为他说了一句，他杀了扫罗，那他就要这个年轻人要自己罪有应得。好，那最后大卫做一首诗我们请每一节带我们来读17节到27节。大卫为扫罗和约拿单做了一首挽歌，下令把这首歌教授给犹大的居民。这歌记录在亚萨尔书上。在以色列山上，我们的领袖死了，我们最英勇的战士倒下了。不要在加特报信，不要在雅什基伦街上传布，不要让非利士的妇女高兴，不要使外邦的女子欢乐。愿基利坡诸山永远得不到雨露，愿他的田地永远荒芜，因为英雄的盾牌生锈了，扫罗的盾牌不再被油擦亮了。约拿单的弓箭有致命的威力，扫罗的箭绝无闪失，射穿勇士，刺透仇敌。扫罗和约拿单可敬可爱，他们活着在一起，死了也不分开。他们比老鹰敏捷，比雄狮强壮。以色列的妇女啊，要为扫罗哀哭。他使你们穿艳红的衣服，使你们佩戴金银珠宝。英雄们竟倒下了，死在战场。约拿单竟倒闭在山上。我兄弟约拿单啊，我为你哀哭，你对我亲爱异常，你的深情何其美好，远胜过妇女的爱情。英雄们竟倒下了，他们的武器竟废弃了。以上。谢谢。那大卫呢，他把他这一段痛苦的心用了一首诗来表达。虽然在诗篇当中没有记载这一首诗篇，但是在撒母耳记下可以看到这一首诗那这首诗呢是一首挽歌，那就是也是一首哀歌。那甚至呢这里有提到这首歌呢，大卫这个歌叫做弓歌，就是战争的武器的歌那要教导的对象呢是给犹大的居民，因为大卫是犹大支派但是大卫他并不是要给所有的以色列各个支派，他只有给他的居东亲那这首歌写在亚萨尔书，那亚萨尔的意思呢就是正直的人，正或是公义的人那所以圣经当中虽然没有这一卷书但是在撒母耳记下有记载。那这首诗歌呢哀歌只有短短的几节那他就虽然大卫没有在现场，但是大卫也去到了雅弗离这个耶斯列只剩下一点的距离。那他说在以色列的山上，我们的领袖死了，我们最英勇的战士倒下了。好，那这个英勇的战士呢，和本翻成大英雄，那他的词态是复数，所以不是只有颂赞扫罗，也不是或是约拿单，而是他们父子，甚至从后面呢可以看出这首诗呢就是写给扫罗和约拿单的歌那20、21呢，就是一种悲哀的写法。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什基伦街上传扬，因为这都是非利士人的地盘。那这个扫罗已死，约拿单已死呢，这讯息最好非利士人都不要知道，免得非利士的女子高兴，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欢乐，就是让这些外邦人呢，他们就落井下石。那他们对他们来讲，就是他们能够得胜，他们成功的日子所以大卫呢，仍然知道扫罗的死、约拿单的死呢，对他自己的同胞国家来讲，是一个灾难。那昨天有提，这也是扫罗他从政当君王以来最大的失败，也是以色列开国以来最大的失败。愿基利坡山，所以在这个以色列的山上到21节，基利坡这些的诸山，愿你那里没有雨没有露
好，那这里就是扫罗呢不是，对不起，大卫呢在咒诅好这个基利波山，好，因为这是英雄倒下去的地方，好，所以他对这个地方呢都连带好，就是要一起经历这个遭难和苦难呢，好，没有雨没有露就没有办法生长田地就没有农作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受辱，扫罗的盾牌没有抹油好，那这个现在做一本用生锈不再被油擦亮所以这个盾牌抹油，一方面为了擦亮，这盾牌抹油，一方面也是一个盾牌上面沾到血的时候呢，能够比较容易的来涂去，不会吸在这个盾牌的上面那到底这个基利波山有没有被大卫咒诅呢？永远荒芜呢？我们有看过这个基利波山的照片甚至就在基利波的山下那还是有在耕种但是在山上呢大概就是这样的光秃秃的情景那不论大卫的这个咒诅呢有发生或是没有发生呢但是呢也不用太介意因为大卫不是无缘无故他只是在哀悼这一对扫罗和约拿单父子，这是以色列的大英雄，甚至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在大卫的心中呢是一个崇高的地位。即便这个受膏者呢嫉妒眼红一直数次的想要杀死大卫，把女儿嫁给大卫，又要把女儿夺走，然后又要大卫的命但是呢，在大卫心中他依然尊敬扫罗，因为他是上帝的受膏者，所以不是大卫只有尊敬人，他是因为尊敬神那大卫这个诗就继续写，约拿单的弓有致命的威力，而扫罗的箭绝无闪失，射穿勇士，刺透仇敌所以他在这个大卫他自己本身也是上战场多次的人，但是呢，在撒母耳记的前半段呢，仍然是以扫罗、约拿单他们的英勇的事迹呢被记载，那这也一直存在大卫的心中，所以有也点在为他们写故人略历因为扫罗他的儿子都死了。23节，扫罗和约拿单可敬可爱，他们活着在一起，死了也不分开那这句话呢有点难翻译，和本是这样翻，约拿单和扫罗生时就是还活着的时候相悦相爱好，那我们也比较少看到约拿单和扫罗他们父子真的非常相敬相爱的画面好，反倒是呢，当大卫躲起来那一天呢，我们有看见扫罗和约拿单之间的对话呢，可以看见他们什么事情都没有隐藏，但是呢，所以这也是扫罗非常生气的原因就是你居然为了大卫第一次，可能是第一次或是很少对他的父亲来说谎所以扫罗非常的愤怒要杀这个约拿单但是从那边可以看出约拿单跟扫罗之间的关系，但死时也不分离那就是这对父子呢他们活的时候在一起，死的时候也不分开，他们比老鹰更敏捷，比雄狮更强壮。以色列的妇女要为扫罗哀哭因为呢，如果你们不为扫罗父子哀哭呢反而是非利士的女子呢，她们就会欢乐，她们就会嘲笑，她们就会欢喜他使你们穿艳红的衣服，使你们佩戴金银珠宝意思就是因为有扫罗成为你们的王救你们脱离仇敌的手，你们才能够打扮得漂漂亮亮，才能够穿金戴银，能够享受住在这个国家的安全当中25节，英雄既然在阵上扑倒，所以对大卫来讲还是一个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大卫心中的英雄，上主的受膏者应该是要来成就上主的旨意但是竟然死在战场上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卫可能都还不晓得扫罗的头呢是被割下来然后他的尸体呢是被挂在城墙上，然后他的首级跟他的军器呢被放到亚斯他洛神庙当中或许因为这个来报信的人呢可能还没有看见这个扫罗被割头
割头的事情哦。好，但约拿单呢，居然在你的高处被杀，所以这个大卫呢心中非常惦记。26节，约拿单呐，好，这是大卫他心中对约拿单的话。我为你哀哭，你对我亲爱异常，你的深情何其美好，远胜过妇女的爱情。好，那这个现代中译本也让大卫的诗表达比较通顺啊。和修本说，我兄约拿单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爱你，你对我的爱何等奇妙，过于妇女的爱情了。所以有一些人会用这一节来强调大卫跟约拿单就是双性恋，那他们两个就是有不正常的情谊和关系，自己都承认在这个诗中，表达他的爱意，超越对这个妇女对妻子的情感了。那这个也是过多的解释了。那我们从整个撒母耳记上看下来，如果大卫真的是有双性恋或是同性倾向，那在撒母耳记上下也有这么多的英雄人物，那他们跟大卫的关系就会很多这种暧昧。但是在这里要表达就是大卫跟约拿单，虽然他们不是同一个中心，一个是便雅悯支派，一个是犹大支派，那他们是不同的家族，不同的背景，但是他们是可以说是惺惺相惜，英雄惜英雄，因为他们都是勇于上战场，勇于接受挑战。好，那大卫面对歌利亚，这个约拿单曾经两个人去攻打非利士人，那他们呢彼此的珍惜，而且他们就是能够互相对彼此的忠诚，然后多次的不断的来立约，就是对彼此的这种全新的这种付出啊。所以可以看见这种感情呢，虽然不是血缘的兄弟的关系啊，但是呢却是一种密友或是朋友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呢不断超越了父子之间的感情，就是扫罗跟约拿单的关系已经非常好，但是大卫跟约拿单的关系呢更超越了这个父子的关系，也超越了夫妻的关系。那所以大卫要表达的诗呢，就是他跟约拿单这种信任的关系呢，超越了亲子的关系，超越了夫妇的关系。最后又再次说，英雄竟然扑倒，兵器竟然废弃，这对大卫来讲是一个震撼。那他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和下场。今天这段经文，他们看见亚玛力的青年，那他很可能就是说了一个谎，编造了这个不实的事情，然后呢，他的背后的动机呢，就是要来投靠大卫，以为可以得到奖赏但是呢，因为他泄露了自己的这个最后扫罗也不是死在他的手下，因为扫罗是自己伏在刀上，但是呢，这个亚玛力青年呢却想要邀功，然后以为这样他就可以得赏，结果却遭到处死。那也让我们看见大卫呢，他也影响他的部属，曾经他们不愿意为扫罗来觉得惋惜，但是呢，他的部属都跟着大卫一起来哀哭抓着自己的衣服，撕裂自己的衣服，然后禁食一直到晚上所以也看见大卫真的影响到他身边的人。那大卫一直将耶和华的受膏者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甚至连割他的外袍呢，大卫都觉得非常的愧疚，更何况呢，怎么可能下手来杀他？但是我们有提过，这个扫罗却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敬畏耶和华的心祭司也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呢，扫罗却叫这个多益要来杀掉祭司所以在扫罗心中没有这个敬畏神的心。那大卫呢也发了一篇悼文来纪念扫罗和约拿单，要犹大中心来传唱好，那也可以显出大卫是一个正直的人好，亚萨尔书好，他是一个公义的人。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塞拉巴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到撒母耳记下，也看见在撒母耳记下将是大卫人生的另外一个里程碑，另外一段的开始。
虽然有高峰也有低谷，但是我们的人生当中都需要有主与我们一路同行，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你的心意。我们从大卫的身上学习大卫如何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能够贴近上帝的心意和旨意以至于宁愿自己受苦，却也不愿意来使上帝的受膏者来受到任何的委屈。主啊，在我们今天的世代当中每一位上帝的百姓，每一位在教会服侍被上帝所按立，不论是牧者，不论是长职，不论是同工在上帝与上帝所立约的也都是上帝的受膏者，让我们能够来敬重这一切为主劳苦的人为主摆上为主传福音的人。主啊，也愿你纪念他们所做的一切。主，我们把我们今天所做的各样的事以及各样的行程都交托在主的手中也求主同在看顾。我们这样子线上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美英姐，谢谢大家，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谢谢牧师，谢谢平安。生命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